讲到这几天天气是真好，不过拜六下晡开始搁变天热。这气象局表示讲，这届温度一降就会来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，气温大概会降到12度左右。而且西部的空气品质无讲介好，提醒民众出国进前就要做好准备。这几天天气真烧热，北部甚至来到27度。不过，这款好天气连面就要有变化。气象局表示，拜六开始风面接近，把冷气团吹落来，全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。在14号的下午之后到周日，有一道锋面接近哦，所以整个北台湾，包括北部跟东北部降雨是比较全面的，有短暂降雨。其他地区呢，降雨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。周六的下午，锋面通过之后，是有一波冷空气南下，冷空气的强度是来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所以在北部的这个温度低温是下探到12度到13度哦，甚至连中部地区的低温也有机会来到12、13度，空旷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。另外，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，西部局部地区能见度无啥好。针对山顶流传一张空气品质伫台中彰化出现一条界线的图，气象专家并启明解说，这是空气品质测站的坐少所造成的结果。最主要呢是台中的这个PM2.5，就是所谓空气品质的测站，这种空气盒子非常的密集。那彰化相对比较少一点点，所以这边看起来呢就黄黄一片。大致上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到了苗栗火焰山以北，大概就是说是属于东北季风型的天气。那如果火焰山以南，就属于背风面的天气。所以这样的图呢，其实代表说，其实到了冬季，就典型的中南部空气污染就特别的严重。西部空气品质无好，佮拄到降温落雨，提醒民众出门要加做准备。记者麦尚营曾准由台北报道。